婆啊，什么意思？遮尼凶凶。你毋知要创啥，就对咧拍婆啊？嘿啊，我毋知。你来就是牙香对白哦。嘿啊，我牙香对白。啊，该再添一个羊香互我咧。无咧，我嘛无啥物油香。是呢，哦。啊，你知影啥咧拍婆啊？可能是咱这要结束啦。对，你讲的无毋对。佫真正诶。对啊，我想讲就是会当休困啊，休。嘿嘿，像咱做想要休困的哟啦。对啊。安尼无咱的人生做伙休困的计划。等下网友听到会艰苦哦。好，计划免讲伤济，因为咱等下爱听规集的，小编听你讲。对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啊，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互小编知影嘛，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的配用台语念出来。是啦，听众朋友啊，你有感觉倒位怪怪？我感觉真顺。我电话真顺对无？嘿啊，对啊，你啥诶？啊，就人的问题啊。来，咱这先念一个红的老话，再来甲恁讨论，这是咧讲啥？你念啊，你念啊。好，我念。落来。黑白边恁好，听到恁咧甲我叫，我来报平安。多谢恁做一个特辑，我会认真加听几遍，一直到甲台语的讲法练熟悉。我这几个礼拜无写批有3个原因，以下照时间排。第一，顶回迄落落长的批写完了后，我感觉应该会挑战用台文来写批，展现一下我的诚意。结果写一半就放弃啊！红个讲用黑板教的方法，先录音，过来查。过来查教育部的书典，甲写做文字，一招真赞。多谢黑板用台语写批足趣味的，啊，毋过我的程度伤歹，写一半就忝啊。无知啦，我咧讲查书典甲查拼音真是做忝的一件代志。我个人看到迄真正就忝啊啦。但是我感觉会当加练习啦，今日挑战无成功，你后面挑战一个较底的啦。对啊，较底为底开始。第二个原因，4月24迄集。黑板竟然甲大家互相带入去小房间，骹来手来，伤解过分啊！伊哪知我骹来手来？可能伊知影你的个性。安尼啊，我又个心生又个怨妒，暂时无想要甲黑板讲话，羡慕嫉妒恨有啦。嘿啦，嘿，哼者，多谢你演甲真好哦。嘿，第三，今年要一个人带囡仔转来台湾休热。出发进前有足侪代志要处理的，所以心情较压杂，就无心情来甲黑白边说教。啊，毋过我要是每一集拢有准时收听，一直足爱恁的哦。多谢多谢。阿明阁有伊要阿姨哦，无好笑。嘿4月24迄集，我原本拍算要大甲黑板学了一下伊的剪接的功力。哎哟。因为迄集吼导演有讲到 Nivea 得冠军，真明显迄集就是4月20了后才录的，竟然迄个礼拜都听会到啊！这个效率甲工作的能力，真正毋是咧操蛋的。免客气啦，哎呀，搞毋正呢。嘿，黑板请甲我的骹头虎收落来，爱较定咧，你骹头虎敢有食迄？敢都苦落背起来。啊，毋过有迄特别后壁阁有一句话吼，对，嘿，伊讲，但是迄集咱愈听愈受气，就决定了才阁讲啊。敢若迄礼拜我只爱白边啊，当然阁有爱风箱，多谢你哦，红诶。哎哟，Love you。嘿，好，后面听到即句要结束啊，心肝头有淡薄仔酸酸的。黑白边请好好放轻松几工，期待恁真紧的回归。啊，阁有红金爱变红金，会使。我小爱食红金的，小爱食，就爱学我啊！啊，毋过已经有网友叫红金啊，就是伫个正月初四迄集，嘛，就是我开始收听迄集，拢是海产老话迄集，都有网友叫红金啊。可惜我慢一骹步咯。红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迄天有甲你回，为着咱即个铁粉，因为迄个红金3不5时才写一张来，我已经私信甲伊讲啊。为着你吼，我要甲迄个红金车落去海底啊，甲你救起来啦吼！即摆红金就换你啊哈，上路的红金就上路，咱个人还要掠一台啊！
啊，搁有无？换你啊，我就是你要甲红的全部拢了了，种娃娃呢。换你啊，我忝啊。NG 就在我忝啊。看戏呢，听没有听到有 NG 哦，后壁有 NG 大听哦。好，红的这时阵伊有放一个顶的图伫面顶，伊讲吼，因为就是我迄工就讲，希望讲伊伫咧找台语的过程当中，会当就是定定安尼叮叮叮，就是想着，所以伊讲伊嘛期待家己伫咧即个路上，一直有一个接一个顶的时阵，对阮的骹步继续学习。啊，伊讲阮的节目内底当然嘛有真侪有知识的部分。另外，毕竟是教育频道嘛，妹，教育频道啊。所以伊是惊讲咱是需要呈现一定比重的教育内容。啊，毋过我想要表达的是，若增加知识，若学习语言是真好。但是恁的节目上珍贵的部分，绝对是我真正老话讲出来，全台语甲开讲即两个部分，因为带互我真侪快乐甲趣味。这嘛是我无法度控制，一集甲听落去的原因。伊就是安尼，停听搁停听，一直听，一听再听，上大的诱因。其实学语言上需要的就是这，嘛真感谢恁制作的节目提供即个动力。希望袂互一寡干来看到真正老话的人误会讲我感觉节目无意义，绝对无即件代志。特别伫遮8岁，非常感谢。伫遮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毋知影会使无？因为我感觉片头白变念的部分听起来真家己，比黑变的困难真济。敢会当有一届就好。我想要听黑变甲白变互相念对方的台词。以上甲恁请安，爱恁哦，哎哟，有啦，阮即回开头的部分，你有听到？阮开头今日有改啊，这就是听众朋友你看，为着你啊，写遮久哦，这要甲大家改，所以讲谁那片头会改，你看，在开分钟。佮有其他的老话无？有。好来，你讲。有 A 网友，嘿 A 网友，即马大家谁那 A B C D 到家己，所以以后会有到网友甲 D 网友。哦，因为伊的 ID 就是我念袂出来。哦，哦，我就出头一个 A 网友，讲照古水互动对话真趣味。伊要讲话，讲要问讲买3粒的枕头的牌啊啦，牌子啦，所以牌啊，二牌啊。听到没有？你若真正想要知影这个枕头的品牌，你会当用 IG 私信留话甲阮问，啊，我会用迄看过烧掉的迄个对话模式，偷偷甲恁讲，啊，是看过了就烧掉，啊，迄是我个人的意见吼，无代表任何拍广告的意思。嘿啦，私信啦，嘿啊，私信来啦吼。因为阮袂当拍广告，对，我嘛袂当回，啊，这看过烧掉这个模式袂歹，我真介意。好，另外一个是宝啊妈妈，宝啊妈妈，宝啊，即摆大家拄现啊妈妈迄一了，就是啥物拢妈妈了。安尼我是水鸡排蒜头妈妈。我讲两个，安尼我知影我是山猪妈妈。你是足侪妈妈的，你知影是哪是山猪妈妈？饲猫啊，一个，因为阮家的猫啊肥甲若山猪。猫甲猪真歹想象呢。阮朋友叫伊小山猪，所以我拢讲我是山猪妈妈。哦，山猪啊妈妈，嘿嘿，多谢。袂使用鸭呢，因为鸭是细只意思，阮迄是大只的山猪。啊，哪有可能像山猪较大只啦？是无啦，但是是猫仔界内底较大只的山猪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你莫讲话，你记念宝啊妈妈。黑白变你好，我的囡仔一个6岁，一个1岁。平常时伫咧去上班的路，拢会听台语讲故事的节目。拜四暗时，囡仔伫咧上家教，啊，佮有学才艺的时阵，我拢会拿洗碗拿听。每一回囡仔甲老师拢会听着我挡袂牢一直笑的声。平常时我较无闲，啊，佮较正经，所以较少安尼大笑。从2礼拜开始，我的囡仔主动讲要听公司台语台，伊讲袂清楚咱的节目名，所以就讲都是你笑甲足含的迄个节目。我讲你敢听有？这是大人的节目哦。啊，毋过伊听会有，毋过伊听会出来。哎哟，哎哟，这个，哎哟，哎哟哟哟，莫咧偷拍我。啊，佮有我甲恁的笑声，都连1岁的囡仔拢嘛会缀咧笑。真多谢恁用轻松的方式来表达台语。互我佮有囡仔感受到学台语嘛会当轻松趣味，佮有开拓我的眼界。多谢。哦，伊佮有特别注文哦，伊讲连1岁囡仔嘛介意听哦。哇！但是咱5岁囡仔开始听咱节目。
咱这才无正经5岁甲1岁，可能听无啦，对咧笑安尼。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哦，今日这1岁后生到时阵吼不得了哦，不得了安怎你知道？听咱节目听以后会变海青。一天甲毋讲这冷笑话，哎哟，哎哟，爱你哦！伊若一天甲毋甲咱共款，要安怎？袂歹，这囡仔我也想要熟悉。对啊，等因较大汉会当写批来哦。你较等因大汉时阵，咱这节目个伫咧。爸妈妈可以啊。5岁甲会当写批，紧绷，互你7岁好无？你写注音符号来，爱搁2年咧。你敢确定咱有法度搁做2档？6岁啊，搁1年。哦，搁1年。无你开始8岁才伫读小学的啊？无啦，拢嘛7岁。啊，无爸爸妈妈，你甲因讲的话录音落来，我甲你放出来安尼。啊，对，录音嘛会当。对。啊，讲到囡仔的教育，我来讲，现主席，咱的翁的搁写来了。翁的搁有新的老话就对啊。对，伊可能是打听迄现阿妈妈迄集了。哦。对，伊随老话啊，嘛甲咱拄则爸爸妈妈讲的物件有关系。来，我来甲你念者。好。伊讲现阿妈妈讲着现阿上课以后开始有几啊当无爱讲台语，互伊有真深的感受。什么款的感受？伊讲伊有3个囡仔，上细汉的即马打开始读小学，而且伫咧开始上课进前啊，环境拢是英语。原本伊会讲华语，但是即马变做讲英语的阶段。伊听有，但是讲袂出来。伊若兄伫即个阶段差不多3、4档了后，一直到小学3年啊，才开始感觉讲，个开喙讲的华语又搁变顺啊。因为伫咧即几年，因就是坚持甲因讲华语。听种朋友伫遮甲大家讲一个，翁诶吼，伊住伫国外。对。伊讲伊想着家己细汉时阵，其实嘛是即款的状况。原本甲阿公阿嬷咧讲台语，入去小学以后，就变做伫学校，逐工拢咧讲华语。伊讲爸母嘛要甲伊讲台语，所以伊讲伊台语口说的能力差不多就是乌有去啊。伊讲真侪移民家庭的囡仔嘛是安尼大汉的，读册以后开始讲学校伫使用的语言，爸母一方面为着要囡仔较早适应学校的生活，另外一方面嘛烦恼去影响到课业甲学习，就会甲囡仔用当地的语言伫互动，终归尾就是安怎造成囡仔失去家己的母语。对。伊才发现讲，原来台湾家庭所面对的双语困境，甲因移民的家庭组成的。伊讲只是台湾算是颠倒饼啦，因为移民来明明就是讲华语的人。伫咧真无简单，甲囡仔的华语遗弃掉了后，伊嘛感觉吼足深的后悔，后悔讲家己无甲囡仔讲台语。虽然讲因为因老爸是客家人，母语是客语，所以就一开始决定讲放弃台语甲客语，干那维持因的华语就好。毋过吼，翁个也是定定感觉讲家己完全无介意讲台语是做毋对代志。不离过这个甲种树仔共款，上好种树仔的时机是10年前，第2好种树仔的时机是即马。无论当时开始，只要即马开始就无算晚，有开始就会有收成，对啊。我转来台湾啊，即2个月是台北的听众，这是拄台北来的请安，爱你喏，翁的。恭喜哦，翁的转来啊！对啊，恭喜咱翁进转来啊！对啊，伊即马毋是讲伊要叫翁进，对，恭喜咱翁进已经转来台湾啊！但是叫翁的其实嘛足顺的，你知？嘿啊，拢会使啦，吼。对啊，这爸爸妈妈你即马吼，互迄囡仔听，阮是感觉足感动。阮希望讲，阮以后会愈来愈无法度做正经的，但是尽量就是较符合，就是囡仔会当听。无得卡啊，对啊，咱之前毋是讲要做一集，就是双语家庭爸爸妈妈拄着啥物款的状况。嘿，无得卡咱会当找一集，找人来开讲者。哦，袂使，不是袂使，袂歹哦。这刚才教了。我的意思是袂使甲因放袂记，一定要邀请啦。想诶，拄则迄段我袂甲伊加掉。好，过来，咱要来一个总集数。总集数是啥？你知无？毋知，因为咱即季已经要结束啊，咱都有一寡较长的批，咱都还袂念。哦对啊。咱之前的主题有迄较长的批，咱还袂念，所以咱即摆先来甲伊念者。好，过来，即个是咱先来分享哦，即个是歪网友。硬要假是歪网友，敢若做侪人写批来啊，结果这嘛是红的。有一个要 H 网友啊。对，红的歪网友甲 H 网友，红的你甲你一个人先加做3个人嘿。来，咱先分享一个。我来讲一下动物潘的故事好啊。你要讲动物潘，好来。好，红的讲要来分享动物潘的故事。讲我的爸母从来袂反对阮饲小型的动物，
囡仔人早啥物转去都会互阮饲。可能是因为安尼，所以阮三姐弟仔拢非常介意饲动物，猫啊、狗啊，实在是讲袂煞。我来分享一寡特别的好啊，嘛有小可好笑的事件。啊，毋过董事人或者是董事龟表示无好笑，所以这故事内底有一只龟。对，好，故事开始，我读大学的时阵，阮三姐弟仔拢伫咧台北，所以就带做伙。厝里除了有几只猫仔以外，几只有甲括号哦，所以是呐，可能算袂出来迄种。好，除了猫仔以外，阮兜的小弟阁有饲饭叶鼠、饭叶鼠，阁有蛇，哎呀，饭仔鼠、饭仔鼠啊！听说没有人知影枫叶鼠的台语要怎讲哦？我就是饭仔叶嘛，饭仔叶鼠。直翻呐哦，嘿对，啊，转去中华，你敢有念着后壁迄句？饭仔叶鼠啊，后壁阁有一个物件，阁有蛇，蛇嘿，对。溜。转去中华过年的时阵，我的前男朋友就是即卖的翁婿，都会固定时间到阮兜看遮个动物，就是看动物啊，照顾遮个动物。某一工，伊先饲猫仔，过来处理鸟鼠，上尾啊处理蛇，结果手为迄个饲蛇的箱仔伸入去，原本就温顺的蛇，雄雄为伊的手夹落去。啊？为虾米咧？实在袂当怪迄条蛇啦，因为阮翁甲鸟鼠用完无洗手，即个蛇闻着鸟鼠味啊啦。想啊！嘿，好，另外一个事件就是阮小弟去做兵的时阵，有留一只巴西龟互我，佮阮阿姊照顾。我掠准我阿姊会甲伊顾，我阿姊嘛掠准我有咧饲，结果就是无人饲。小弟去做兵几礼拜了后，有一天我甲平常时共款。雄雄公公经过饲龟的所在，准备要去上班。这个时阵，一只龟总算是挡袂牢啊，对我哀几声。哇！我阁毋知影巴西龟会哀呢，但是嘛，加在伊安尼出声抗议，我甲阮阿姊才知影，原来伊一直咧摇巴肚啦。伊个特别表示哦，除了去互蛇咬着的人类以外，无任何动物去受到伤害。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我就想要听龟你叫什么声？我嘛毋知呢。啊，阮兜有饲几只龟，啊无你甲摇三四礼拜，看伊安怎叫，你才录音起来。我刚听阮阿兄甲我讲，龟会感冒，龟会感冒，因为流鼻水安尼。是哦。哎，饲啊，药啊，饲哦感冒药啊呀。我嘛无啥确定。猫嘛会感冒啊。是哦。对啊，好，过来咱念即个 H 网友环保的主题。好，跳一下环保的主题。对，伊讲环保伊毋敢分享啥，但是伊伫咧学生的时代，伊有做认真，就是伫减少塑胶。卡邦内底一定就是有迄环保袋啊，还是环保杯、环保碗伫即种的。但是有囡仔了啊吼，伊就是安尼，拼一段时间了就放弃啊，因为像迄布的尿珠啊啥拢有买，但是洗几摆了就袂堪食。决定讲甲即个洗尿珠的时间吼摕来困较好啦。啊，过来伊讲饲人冷应该是会使算讲有减少塑胶啦吼。但是第一胎的时阵冷无够，爱节冷。伊讲这节冷的机器，啊，有一寡就是材料，啊，有牛奶罐啊，啥物嘛是用一大堆塑胶的物件，所以伊感觉讲饲囡仔真正是做无环保的。不离个伊讲伊有朋友是有做到，就是专人冷啊布的尿珠啊，嘛无买塑胶七头米啊，就是啊，是我无够强啦。我绝对毋是叫大家为着环保毋通生囝。你哪知影要讲啥？我本来甲讲好啦，你就是为着环保袂生囝。各位亲爱的妈妈，我甲恁讲，困的时间是足宝贵的。人若是无困，后面有神经会衰弱，会啦，会起笑。真正啊，这个时休困阵囡仔搁咧哭，我来讲，真正想要甲定定死。但是咱拢是为着囡仔好，所以咧，放下一点仔物件，咱有迄个心意，咱以后等咱有时间有体力的时阵，咱才来补就好。先甲家己顾好上要紧啊。我感觉迄减少买七头米啊都有够啊，减少哦，对，伊真正足够制作粪扫的。对啊，而且囡仔酸酸的，直接会害去安尼。嘿啊，足紧就生去啊呢。好，咱过来，即个网友讲，袂使讲出伊是啥物人，啊，无咱改号一个 X 网友好啊 ，X 好，因为阮阿嬷有甲我讲过 X 档案。毕竟咱你会毋捌看过 X 档，你咧唱出来，你咧唱出来。我电视听来啦。哦，是哦。伊讲黑白变恁好，我要分享 MC 啊，啥我念。好，我念。等你要分享我的故事，你搁叫我念这。好，我来。诶，黑白变恁好，我要分享旅游的代志。
莫甲我的名念出来吼，互我厝边人才袂知影是咧讲伊。我想要问大家去住饭店的时，敢会用饭店的浴巾啊？我本地拢会摕来佚头毛，也毋过吼，参考先生去住过饭店了后，我就毋敢用啊，因为伊会甲所有的巾仔无分大细条，拢总铺伫涂骹，为浴槽铺到伊的面床边，哪白色的地毯咧。讲安尼才袂去踏着垃圾的涂骹。又搁有啦，伊讲吼，马桶伤低，放尿歹放。说吧，伊会放伫洗面台，真正是足恐怖诶！真的安尼啊？也是讲，其实足侪人拢会安尼咧。麻烦黑白边透过节目替我问看觅，罗啦，我真正毋敢用呢。我听了嘛毋敢用咧，因为听讲就是足侪人退房嘛，迄经理诶房务人员，伊会摕去切规间。对。哦，啊，但是切无早汤啊，切切啥物啊？无早囡仔咧嗅嗅者。辛苦的水都打去啊！哦，啊，要用吹风机啊，吹风机。哦，所以你家己真正会炸面巾？会啊，我会炸迄用足久要倒台。哦，就是，所以你出国进前咧炸迄要单调的迄内衫内裤，啊，到时阵全部单掉安尼哦。对啊，我看网络顶有人安尼介绍，我就甲模仿。哦，安尼其实嘛袂歹，你嘛是算是环保啦。对啊，嘛是环保啊！你咧投稿啊，你投稿环保的这部分。我有一回去菲律宾，退房的时阵，迄个人一直讲我有物件留伫房间，就是迄要单调浴巾啊，毋是浴巾啊，巾啊。我你去菲律宾，家己去炸一间浴巾啊！哎，我嘛是惊着，表示讲你家己有个人的卫生巾。哎，家己交代我出去耍。后悔。过来，因为有可能咱即节是上尾一集嘛，所以我还是先甲我迄女伴的代志先分享一下好啊。对啊，你讲足久啊呢。对，无我惊讲等到后一季吼，我可能袂记啊。结果袂啦，我即个元首已经是会记一世人。我讲一世人我来讲，啊，但是进前我迄当阵有先写一张纸，我照迄时间的排顺序，但是我即摆可能记无下起来。袂要紧，你讲重点就好。对，我要问你讲的是，比如讲，咱今日两个小招要出国对无？对。啊，但是你无时间去抢票。嘿。啊，因为你无去过，我嘛无去过。我讲啊，无我来抢这拍这个票。好，若抢着了，咱就会使去。嘿。啊，结果我甲你抢票，你呢我拢拍着，结果我伫拍家己的名的时阵，拍毋着一个字。嘿。啊，你知影飞联机的名，拍毋着一个字母啦。嘿。对啊，我就是甲一对姊妹啊，还有我，阮三个人要去日本，结果我拢甲因抢着啊，啊，就是因为我迄当阵上尾啊，对，所以我的迄个名就上尾字我拍毋着，啊，结果吼，阮就是去摕票的时阵，才发现讲，迄护照的名上尾字甲迄机票面顶无共，只是害啊，你敢知安怎？爱贴钱，爱去改名，我原本改名，我想讲可能几百箍啊尔，无3000，哇！我3000听了，根本无想出国，你知影？我咪讲好啊，恁去啊，我歹去。啊，结果迄姐，哇，我来讲，意气相挺，我替你出啦。无啊，我毋是啊。伊讲我甲你分啦，伊讲因为你抢票辛苦嘛，阮也无甲你斗相共着无，就是伊意思是讲因两个姊妹啊，就是甲我贴钱啦。啊，姐意思听起来是讲，就是因两个出就好啊，因为飞机就是我抢票嘛，无因无法度抢着。我票真小小诶，啊，但是迄个妹妹就伫遐。啊，无愿意就对啊，对啊，而且我袂出门之前就爱开钱。嘿，还有这个阵拄煞，我想讲刷刷去，这是我个人的信用。我甲伊讲，无要紧，无咱你有这个心，我已经做欢喜的，对啊，无就是咱三个分就好啊，就当做这是咱买票的手续费安尼。嘿，我想想的心情就较好着。结果要出去进前，这个妹妹吼，伊就讲吼，伊啥物拢会使。我甲姐想要去看宴会，伊讲啥物拢会使配合阮。伊也无啥物哦，即种人，听着即句话就知影后壁会嫌东嫌西啊。结果你知影，阮要去的迄个所在，这等下讲，回去的时阮就是买一寡物件。结果我毋知大家知影东京偌大无？阮要去的迄个花的所在，拢伫咧市区。啊，伊用就是要去一个足远的迄个安平运动馆。嘿，伊讲伊要去哦。对，我问讲，无你讲出伊在的作品互我听。除了嘟嘟隆，你会当讲出其他的无？你若是会当，阮就是排一个去。我讲我嘛无要去演园，我讲因为我对迄无兴趣，因为我即抓来就是要看花。啊，个我甲姐要去看漫画的物件。伊嘛讲好，无要紧，飞机就是我有啥。我讲啊，我有一个要求，我讲我无希望就是你伫遐讲要共买啥。啊，我就是全部拢去等你买物件。哦，替人买物件。对，替人买物件。伊讲买啊，我买。结果咧，结果来啊！第一工阮去迄，阮当阵是住民宿，啊，阮是住伫一间迄学生的迄宿舍内底。啊，阮迄宿舍就是有拄好
足衰，就是一个迄顶下铺，这因为伊出较济钱，所以这就是住伫迄一张的眠床。嘿，结果咧，我是迄个逐遍拢爱爬去你顶铺的迄个人咧。哦，对，尾仔伊会讲无要紧，伊爬去顶铺好啊。结果好笑，伊爬去顶铺了，伊就无想要落来。无想要落来，对，爱出门，叫伊去洗身躯创啊，伊就是伫遐扫。啊，无就是等我甲姐姐要困啊，伊才要落来去洗身躯创。哦，啊，就去影响着嘛。嘿啊，啊，个来阮就是为着要省钱，阮迄工就是阮迄届就是赞食旅游。嘿，嘛毋是说食旅游啦，就想讲较欠咧，啊，结果大下可能爱行路，啊，伊逐遍行路要去行去车头的时阵，其实差不多行5-60分钟，啊，伊会讲伊骹足酸的5-60分钟啊，毋是点钟，毋是啦，5分钟、6分钟还是10分钟，因为其实10分钟以内就对啊有3条，啊，但是因为你知影，就是我这人无啥物方向，有阵时会行毋着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我去日本哦，佫会找着路，我嘛是感觉这无简单呢，厉害了，对，啊，阮迄当阵就是因为省钱嘛，阮无做迄个 WiFi，WiFi 机啊，迄个民俗内底就是你去到现场了后，就迄个机啊，他借你，啊，但是伊是日本的机台，所以就是你的迄流量到一段时间了，就会降价。哦，啊，阮迄当阵我就想讲，因为我甲姐姐无人要联络，我嘛无要共替人买物件，所以阮两个就是拢较少用啊。对，价就是，譬如讲有人甲阮讲话，阮甲伊开讲者。那边毋是呢，伊去到倒拢爱派迄台 WiFi 的机器。啊，阮伫洗物件的时阵，也是讲阮伫看花，伊若伫我较远，会甲我讲 WiFi 登去。我讲无 WiFi 互你啊。嘿，啊，阮本来想讲，我毋是讲无爱共买物件，无爱共创。对，伊无啊，伊一开始无前3工无买物件，啊前3工也开始伫遐看讲啥物件较俗，啊第3工甲我讲伊要去第1工迄个所在买物件。哈，我讲无法度咧。过来，阮就是去看花嘛，我排好迄要看花的所在，譬如讲 A、B、C、D， 对，就是迄就是真大的，就是一定爱去的所在。结果伊甲我嫌讲 A 安怎 B 安怎，啊 C 嘛无想要去，上尾一工要去一个 D。啊，姐讲伊忝啊，骹若像着伤，所以伊就伫面上休困。伊讲伊无网络嘛，无要紧，非得伊知影路，伊要食物件去迄桥上就好。对，啊，尾仔伊就慢慢就讲伊要甲我去，伊要甲我出去。结果伊无爱去 D， 你知无？伊讲伊要去医院，我讲我无要去呢。伊家一个人要去，伊叫我甲伊去呢。我讲门票足贵的呢。我讲我即届是散食旅游，我无迄个预算。我讲无安尼，我人甲你送去医院的门口，你家去，你家己去 ，WiFi 机嘛互你，你就家己去。啊，我就是家己出去算我的。啊，到时阵你若好啊了，你敲电话交互我，因为你敲电话我手机会通嘛。啊，我看到了，我会甲你试掉。啊，你敲2摆，我就知影讲你好啊，我就会坐车转来伫个游乐园的门口等你，我就甲你带转去面上安尼。我是毋做有义气的？对啊，伊无爱。伊无爱，伊就嫌讲我是安那伫遐安尼拢出国啊，伫遐当生创啥，你个会记伊头前讲啥无？拢互恁安排。对，你看，啊过来伊个讲啥？我毋是讲我 A、B、C 你去排，结果后尾来因是无爱去 D， 因为去 C 甲 D 就伫隔壁，然后就是车路甲过去了，就是迄个 D。啊，因为迄个 D 是日时甲暗时会使看，啊伊就讲伊无爱去，伊讲足忝伊要等伊困，好啊，无要紧啊，莫去啊。结果吼，阮迄工毋是无爱去游乐园，啊伊甲我讲，啊咱敢会使去迄一个什么一个所在？我讲哈，伊讲，因为我昨下看迄一个迄梦清啊，啊因讲伊安怎啦，有去迄个所在啊。你知影啥物意思？迄个所在就是我原本安排 D， 伊无爱去迄个 D， 什么啊？啊伊嘛无看我互伊的物件，伊真的是甲我反对。结果你看伊人看梦清的物件，伊就要去，你会做袂爽的。会哦，而且伊中午伫咧买物件的时阵，有冤家。你知啥拢冤家？非得就是伊就是每一间拢要去买物件嘛。对，伊无甲人斗买哦，伊干那讲，我这要送阮阿姊妹，这送阮同事，我这要送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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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拢是伊要送的物件。一间伊入去就爱买半点钟。哈！我甲姐姐伫区伫外口咧等你，知影？因为无想要伫遐踅，啊，重点是迄间店人要休困。我讲 WiFi 机啊，互你啊，阮伫外口等你。阮徛伫路边，我来讲，日本查某囡仔真袂使黑白徛伫路边呢，因为你徛伫路边啊，所有经过人都会问你，大丈夫？是毋是无爽快？对，因为惊你是毋是啉酒醉，还是无爽快？阮讲 no，OK， 元気です。我就甲因讲，阮只是伫咧涂骹，就是因为无创啥伫遐开讲休困啊。因为其实讲真，阮去看花，因为看花所人足大啊，阮就是踅规日呢。常常记完咧袂遐久，哎吼，走出来讲啥物？钱无够，毋是伊讲啥物？黑白甲伊扣钱，无退税金，创啥？啊，叫我入去了后，啊，店员嘛足生气，店员讲伊无付钱。啊，因为非得就是因沟通的问题，结果讲了才知，你敢知影？就是日本退税有分，一种就是买的时阵就会当直接退税，会扣掉，事后退啊，
买的时阵就摕，对，你讲的就对，伊动作全部拢是，所有拢是。就是圣节时阵会当摕。对，结果伊就是一直讲你无共摕钱，啊，迄个人是甲伊讲你去边啊，啊，伊若是听无，你知影？因为你啊冤起来，啊，因为伊到冤家，伊佫无想要来找我，你知无？所以伊就是安尼，哇，气甲，啊，叫我做迄工代志了，迄差不多是第2工、第3工，我就讲后尾迄几工要死啊！是总共去几工啊？我袂记啊，伤痛苦啊，无想要去。譬如讲，伊甲别人讲话的，歹势，我想要爱啥物，态度无共款就对啊。Thank you， 伊拢来讲话哦。啊，我问伊讲啥？随便啊，凊彩啊，好啊。欠你偌济钱啊？是欠你偌济钱啊？我真的是气一个呢。哇！咱刚才讲，我到底是欠你偌济钱啊？我真的是气死你知道？我想起来第1工有啥物做合的？第1工就是阮去穿迄 kimono，你知是啥？我知。和服。嘿，阮就是想讲咱就是第1届来日本啊，就是要去看迄花嘛。现场你若有迄樱花安尼，你背安尼樱花雨。咱个穿迄 kimono 安尼，穿迄插夹感觉的安尼，对的，咱就觉得咱是一个日本人安尼。阮就是租有时间，迄个时间是讲你伫遐租，甲迄个你出去洗了，有一个时间的。你伫百货公司就是7点休困嘛，你伫7点进前转来。对，试穿的时阵我就讲，试穿几百束就对啊，试穿足久的啦。或者是伊就穿 A、穿 B、穿 C， 伊就问讲无要选倒一领较好，我就甲伊讲，我感觉是 A， 店妈甲伊讲是 A。伊问因姐佫讲是 A， 无爱信呢，无爱信呢。伊佫先佫去找另外一个店嘛问，看讲 A、B、C 到底是啥？你当作安尼就结束啊？晓？无，伊尾来讲，WiFi 机摕来者，创啥？伊要敲电话登去问伊迄个，伊讲的迄个好朋友，伊要问看 A、B、C 倒一束较好看。啥物啊？结尾互因伫遐敲电话敲20分钟，结果你敢会选啥哦？对。我真是气到无法度。你佫会记伊住伫顶铺无？伊逐工登去，来甲迄个人敲电话，迄个人讲因今日去创啥，啊我安怎。恁老师诶，我拢歹势讲。安尼应该甲伊迄个朋友做伙去啊。我讲迄个朋友吼，就是甲我讲，你哪遐有勇气？后壁我甲你讲，我甲伊做伙去吼。即世人袂甲即个人出国，因为伊出去算做排到店。我讲你哪可咋讲？我真是气死！安尼伊敲电话甲迄个朋友讲，迄个朋友诶心情。迄个朋友就是安尼听分享啊，创啊。但是伊尾来就讲，我知影后边诶艰苦，因为我其实事前我就知影，因为其实因真正有出去耍2工1暝迄种，伊非得伊就是意见真济。尾来阮迄阵诶就只要讲迄个人要去，因拢无爱去。对。哇，安尼即个姐敢知影伊妹妹为啥知影？个性是安尼。对啊，伊知影，但是姐无法度啊。对啊，姐就是入来因为伊尾来伊就是对因姐使性地。对，伊个甲因姐歹。因姐人伤好，个性伤好。我原本想讲，伊的意思是讲，伊本来知影因妹安尼，伊想讲非得阮2个人，阮有伴。阮2票对1票，可能应该是会当甲伊压伊过。无歹势，是咧对小的来讲，阿相拢无过。我真是气死，你知无？我真是气到无法度。自迄工转来了，我就甲伊无联络。我真是无法度甲伊联络，我甲因姐拢偷偷联络。我无想要甲伊讲话，我真是气死。你是感觉毋敢讲啊？白白你我上好的朋友啊，你去日本搞安尼，你会起笑无？会啊，其实佫有一寡就是较细汉，是挡袂掉。佫有一寡较细汉的代志，但是我比较我想起来，佫有上尾要坐飞机进前，伊讲要转来台湾，对，要转来进前，阮咧寄行李，毋知创啥，结果伊内底一开始甲伊讲啥物件袂使囥，啥物件袂使囥，伊佫囥迄会去互揪出来的物件。结果阮行李佫去互揪出来，阮就伫边仔等，伊佫伫遐全部甲掀开，佫伫遐敲，伊佫讲伊的物件囥袂落，佫囥我遮。我原本要炸一个迄1000cc 的豆奶转来，我伫遐啉3就甲等掉，我真是气死！伊讲你的豆奶较俗，我陪你啦，你哪会答应？我想讲非得无要买啥，因为我就无啥物想要买的物件，你知道？我买伊袂可能按纸遐，按纸嘛甜啊，纸本来想讲要开钱啊，非得伊就是讲你的豆奶无偌济钱，啥要买这豆奶转去？奇怪，我想要买啥？迄我行李啊，安怎？对啊。对啊，就是就那来啊，就那来啊，你当作干安尼尔，阮就是因为行李去互拖出来，结果伊搁要伫遐洗迄免税，洗到时间甲阮去互公布，伊伫互公布叫阮的名，阮尾是用冲的冲去坐飞机冲去遐嘛去互关起来，而且阮是坐迄较俗的迄种的。较俗迄种，你冲去到遐，你无都伫遐上飞机，你知无？你还搁坐喺机场的巴士，然后巴士还搁你驶去甲飞机头前。可能飞机较细台，我讲规台巴士等阮两个，我等阮3个，真啥物起笑。就更小。尾来我的行李箱我可能看袂过来，我手掼迄个行李箱我有跳楼去弄着伊。
跳楼，伫坐楼梯的时阵，嘿，我还行李想要跳楼去弄着伊。但是这更小，因为你佫惊去弄着头前的人，你该去扣。我这是太生气了，气一个。哇，真正是想起来就气呢。我3年无甲伊讲话。讲，我之前记条条，我看了每一个人拢要讲，可能是在意的人拢要讲。但即摆应该过一段时间啊，真久无讲啊，你看拄则个时间一直咧跳来跳去。然后朋友啊，想要甲朋友出去佚佗进前吼，一定要确定恁两个人的价值观是有共款的哦。对啊，哦，这最重要诶。对啊，若是迄要交往、要结婚的迄种诶，我嘛真推荐，就是恁出去带看卖诶。对啊，而且爱去迄种就是语言袂通的所在。哦，对，两个人爱安尼互相安尼磨，你才会知影讲拄着状况，这敢是会当陪你行一生的人。有道理。对啊，安尼咱的一生就到遮。咱即几个一生就到遮。好啊，总算讲完我即个喊呱呱的女伴。然后没有恁若是有这比我更较喊的女伴的人，拜托会投过来互我知影。迄人就是安尼啦，痛苦是比较出来。恁若是有比我更较痛苦的比过了，我来感觉讲哦，喂 ，OK， 喂，安慰的感觉呢。对。好啦，安尼即季就到遮。咱即季无法度讲着迄咱倒一个地区你听。听友的分布就对啊。对，无要紧，咱后一季一开始咱来讲一个听友的分布。对啦。对啊，希望各地伫咧全世界地球某一个所在咧听咱的节目的朋友，留一个话甲阮讲 ，Apple Podcast 你不爱互阮567，无要紧，你会当来 First Story， 甲阮留话一个，甲阮支持一下，无你 IG 甲阮讲一下，阮嘛真欢喜。好啦，这是咱念上尾一届哦，爱做有感情的，安怎叫做有感情？比如讲听你讲，听我讲。收假，好来，要休困爱欢喜者。哦是啊，你的顾虑就听一段心情啊。大家咱去听头前的吼。好，来收尾，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听爱甲小编讲，事事万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的努力。一直到甲台语的讲法讲甲，展现一下我的心意，心意啊！人讲用乌白变改，什么白变？你这是安怎要讲呀？你这是安怎讨讲了呢？